新傳媒劇別特958城市頻道，現在係由登明報告新聞。政府持續加大努力打擊詐騙案。內政部同數碼發展及新聞部聯合舉辦我國第一個全國反詐騙路演，希望提高公眾對詐騙手段嘅意識同認知，加強防範措施。內政部政務部長吳培銘在全國反詐騙路演上致辭嘅時候指出，警方今年上半年一共接到超過19000起詐騙案通報，受害人損失總金額超過4億5千萬元。雖然數量同損失總額同舊年同期相比有所減少，但仍然不能掉以輕心。律政部長唐振輝批評反對黨領袖不丹星在電視節目中所做出嘅輿論大於法庭嘅言論係荒謬、錯誤同完全不可接受嘅。佢亦表示咁樣嘅想法係危險嘅，並且強調法治係新加坡制度嘅基石。國家發展部長徐方達亦贊同唐振輝嘅觀點。徐方達指出，新加坡嘅繁榮同穩定建立在一個公平公正嘅體制上，唔應該損害法庭嘅威信，嚟降低國內外公眾對我國制度、執法機構同司法體系嘅信任。不丹星澄清話，佢在電視節目中談到民意法庭嘅時候，並唔係針對司法體系、法官同司法獨立性，亦冇貶低呢啲機構。牛車水鎮瑞路發生命案，一個56歲男子命喪在住家門外，警方逮捕咗3個男子，其中2個人今日將被控共謀謀殺罪名。初步調查顯示，4個男子因為糾紛發生毆鬥，過程中其中1個男子涉嫌用刀拮傷死者。公用事業局第一次應居民要求主辦防洪工作坊，除咗係配合當局接落嚟將舉行嘅防洪宣導活動之外，亦係為即將到來嘅年底雨季做準備。人民協會推出沉浸式展覽，追溯我國60年來嘅社區建設歷程。位於國家社區領袖學院嘅沉浸式展覽將在明年1月開放俾公眾免費參觀，但係訪客必須提前預約。我國將派出930名運動員出征下個月在泰國舉行嘅第33屆東南亞運動會，人數係歷來最多嘅，其中551人第一次參賽，大有佔總數嘅60%。泰國冬運會將在12月9號到20號舉行，我國建議將參加48個項目，比上一屆嘅30個項目多。新聞報告完畢。